好，我是 Lisa，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重新解释一下社区大学。娃娃 TV， 我之前做过很多关于社区大学的影片，我自认自己已经在各个影片内讲得很清楚了，但大家好像还有很多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只看了几个影片而已就跑来问问题了，没有把社区大学的影片都看完，所以才会产生很多问题。其实大家问的很多问题呢，我在很多影片里面都有讲过咯。没关系，那今天我就再做一个影片，把藏在各个影片里面的细节呢都跟大家解释清楚，希望大家可以更明白、更了解社区大学。好，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呢，社区大学是什么？美国的社区大学呢，基本上可以分成3个部分：一、提供4年制大学前2年的课程，并协助转入4年制大学。学生们可以在社区大学完成指定课程之后，转学到4年制大学去插大3。一般来说呢，社区大学呢是可以2年完成的，但因为个人的能力不同，有些人可能会需要花3年或者是更多时间去完成。但不管你花几年完成社区大学的课程，你转学之后呢，都一样是插大3，不会说因为你在社区大学读了3年，转学之后就是大4了。2、提供专科课程及副学士学位，这个部分呢是给没有想要上4年制大学的人读的，而由于没有要转学，所以毕业之后呢是只能拿到副学士学位而已，有点像是专科的学位。那这个要读的东西跟要转学的学生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就是继不继续升学的问题啦。上的课呢其实也都差不多，所以一般只要能达到转学的标准，大部分的人都有资格可以申请副学士学位。3、提供技能学习课程。技能学习课程基本上就是给美国退休人员或者是在职人员进修用的，他们基本上都只是想要学习新的技能，有可能是想要打发时间，或者是工作上有需求，或者纯粹就是好学而已。反正他们是没有想要得到学位之类的东西。这类的人呢，大多数都是美国公民、绿卡或者是工作签证的家属，或者是其他合法签证的家属，一般都是年纪稍长一点的人。那不管你是选择哪种呢，大家都是一起上课的，所以一个班里面可能会有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也会有各种不同目标的人。那美国不管是大学还是社区大学，都是自己选课自己排时间。那在社区大学的时候，甚至是在4年制大学大1大2的时候，你不用一定要确定一个主修的系，如果你的父母没有给你压力让你一定要选什么系的话啦，你可以多方尝试看看自己喜欢读什么类的东西，但是还是建议可以尽快拟定好一个目标，这样才好往那个目标前进，不会无谓的浪费太多时间去拿太多无谓的课程。那申请社区大学的方法有很多种，社区大学呢基本上都是保证入学的，对美国公民绿卡来说，基本上就是填好资料就可以去上学了。那对国际学生来说呢，社区大学一般都会要求你要提供你的高中成绩单跟托福或雅思等等的语言成绩，并且分数达到他们的最低入学门槛才可以。最近有蛮多小娃娃都问我，一定要高中毕业之后才可以申请社区大学吗？据我了解啦，目前全美国好像就只有华盛顿州的社区大学有提供学生完成高中课程的项目，也就是说你在社区大学的时候，除了要完成社区大学的课程之外呢，还要完成高中的课程，而毕业之后呢，就可以拿到高中文凭跟副学士学位的文凭。详情呢我也不太清楚，请大家不要问我，我也只是听别人说过而已。那加州呢可没有这种项目哦，大部分的学校呢都会要求你要提供你的高中成绩单，除非你去社区大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文凭或者是转学，也就是我上面说的第3种情况，不然一般都是需要提供高中成绩的。不过也有例外啦，有很多小娃娃就有问过我，如果当初因为某些原因没有高中毕业就去工作了好几年，现在想要回来读书的话怎么办？还需不需要高中文凭？关于这点呢，我有问过 De Anza College， 他们是说如果当初因为各种原因没有高中毕业的话呢，在申请的时候呢跟他们解释一下就可以了。不过这也只是 De Anza 的说法啦，不代表全美国的社区大学都可以这样哦。那进入社区大学之后呢，有2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1、去考英文跟数学的入学考试；2、
去约个 counselor 的见面。除非你不上英文跟数学课，也没有想要转学或学位，那这2件事情对你来说可能就没有这么重要了。那这2件事呢，对大部分的学生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英文跟数学课基本上是转学或毕业的要求科目之一，而你需要先去考试，学校才能了解你的能力，并且帮你分配对你来说最适合你上的课程。不会说你的数学程度可能只有高中的程度，然后他却让你去上微积分。那关于这个入学考试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你考试之前呢，你都没有办法选英文跟数学课，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早一点到学校去考试，考完之后呢，就可以赶快选课了。有些学校呢是统一时间考试，有可能是在开学的前1-2个礼拜。而有些学校呢是约时间考试，你需要先去跟他们约个时间，然后在那个时间去学校考试。每间学校的做法可能都不太一样，这个可能就要请大家自行上学校的网站去查询看看咯。那约个 counselor 的见面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可以帮助你安排规划之后的课程跟目标，他们也可以帮助你，让你了解你都需要上些什么课，你有任何的问题呢，也都可以问他们。有些学校是有规定新生一定要去见一次 counselor 之后才可以开始选课的，所以如果不去的话，你的选课页面很可能就会被锁住，不能选课哦。另外，选课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的老师呢，可以让你得 A； 贱的老师呢，会让你生不如死。在大学呢，选课是战斗，大家选课呢都是分秒必争。好的课、好的老师一下子就都被选光了。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早一点去考试，早一点见 counselor， 然后可以早一点选课。那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我妹妹现在读研究所，他们学校呢是学季制的，也就是说1年加上暑假有4个学期，而他们在1年第1个学期开学前的某个时间可以选1年包括暑假4个学期的课。某天我妹妹就跑来找我说她明天要选课，而她要选的那个老师很热门，所以要我帮她。隔天早上拿了4台电脑，时间一到马上按，跟在买5月天演唱会门票一样。结果我们很幸运的选到了。那差不多过了5分钟之后，我妹妹跟她现在一起在上课的一些同学们有一个群组，那个群组呢就传了一片的哀嚎声。他们说开始3分钟之后就选不到那个老师的课了。我知道外面有很多留言说社区大学的课不好选，会选不到课。但其实他们的选不到课不是真的没有课可以上，而是一些好的老师简单的课呢都被选光了，剩下的呢是他们不想选不喜欢的老师。但我是觉得是不至于到所有你想要的课都没有了吧。你可以在你选课之前就先列出你将来都需要上哪些课，然后随着你的选课来做调整。像我一开始就大概排好了我什么学期要上什么课，但那张表我后来也改了好几次，选得到的呢就先上，选不到的呢就推后。那为什么要选择社区大学呢？因为先读社区大学可以让你未来有机会可以申请到更好的学校，而且社区大学的学费呢也比一般4年制大学的学费来得便宜，它是按照你拿的学分来算学费的。我们假如1个学分呢是100块的话，那你拿10个学分的话呢就是1000块。那美国有规定，国际学生最少一定要拿12个学分，而学校也有规定，每个学生1学期最多只能拿21个学分，除非你去找 counselor 谈，而且他认为你有能力可以负担更多的学分，他才会让你拿多于21个学分。那最近呢，我有遇到小娃娃问我关于缴学费的问题。社区大学是这样的，它因为是按照学分来算学费的，所以只有在你选课之后才需要缴学费。你在还没有选课之前呢，都不需要去缴任何的费用，连学杂费都不用缴。但一旦你选了课，你就需要在期限内缴学费，而在你缴钱之前呢，学校会一直寄催缴 email 烦你，所以如果不想被烦，还是快点缴会比较好。那如果你在选课之后一直都没有缴学费，那么他们会在缴费期限到达之后呢，自动把你踢出去你选的那个课的名单里面。那有些课就比较热门，后面会排很多候补的人，你一旦被剔除之后呢，候补的就会自动补上来了。
好，那我大概能想到的就是这些了。大家如果还有想到什么，或者是有任何疑问的话呢，都可以留言，或者是到娃娃 TV Facebook 粉丝团私讯我。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或者觉得有帮助的话呢，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加分享。还没订阅的朋友们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一下订阅，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